苗栗白沙屯宮田宮的媽祖去北港進香，12要起駕，前半暝是放頭旗。今年報名的鄉頂卡又個破紀錄，有46萬外人。代替高鐵攏會來開加班車，疏運信眾。按說講16會行到雲林北港的朝天宮，17進會，20回宮。信眾雖然夜香虔誠拜拜，找到暗時11點外，廟方甲爐主將2公尺懸4角形的頭旗請出來，掛佇廟口的龍條頂懸。旗仔頂面有繡襄陽甲天上聖母的字樣，放頭旗嘛算過今年的宗教大事。苗栗通霄白沙屯宮田宮媽祖請落南，用行的掛香的活動正式起鼓。今年總共有46萬3588個鄉頂卡報名，比去年增加將近13萬人，擱再一擺創下新的紀錄。我們沒有走全程啊，就是媽祖送媽祖出去中就走多久就多久啊。回程呢會再來接媽祖。希望這個今年這活動大家互相來幫忙，互相扶持會當互這活動會當活轉這個傳統繼續傳授。白沙屯媽祖用行的南下雲林北港朝天宮掛香，來回大約400公里，逐人攏吸引真濟信眾。對這個拿水紅跑車的媽祖亂叫走，今年預計12半暝登轎起駕，16到雲林北港，17透早進會，20回宮安坐。因為甲大家鎮南宮媽祖迎緊部分日期會頂塔，有機會出現雙馬會。若雲林土庫鎮永遠攏是掛香活動一定會經過的所在。公所今年整合社區店家設立13個服務站，提供鄉頂卡休困甲洗身區，提供一些完善的這個衛浴設備，還有接駁車，還有一些醫護團隊來妥善照顧我們這些香燈腳。交通部表示，北港7暝會掛香行程，代替會加開160班區間快車，高鐵嘛會增加10班列車，來增加載運量，全力配合宗教活動帶來的疏運挑戰。記者綜合報道。